就要来感谢咱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的热情甲的支持。Talk 秀台语这个节目吼，马上要来到咱台湾真济城市，甲大家呢面对面来交流，用台语来互动来耍游戏、比创意。节目呢，若是要来找找第二季这连翠花歌手，更加希望咱所有的朋友大家来爱台语、讲台语，体会到台语的这个趣味、生活的智慧，以及呢特别迷人的水气。透过这个无同的世代，大家来参与，和这份珍贵的这个语言文化，继续来发展，代代来相传。哇！Total 秀台语专民连翠花，欢迎许志豪。大家好。哇，豪哥。阿母啊，这久无看到你阿母啊。我拄仔较要讲哦，阮两个吼，我拢唔知伊要穿什么衫，因为甲伊无解释嘛。嘿，竟然拄仔我看到伊发现阮两个穿情侣装，我较要学了讲，哇塞，我们两个穿情侣装哎！你谁甲我叫我阿母啊？伊竟然讲咱两个无解释，你他妈第二届要嫁我的人，你讲咱两个无解释？有吗？拜托诶！我总共嫁2道尔咧，我有讲过这句话吗？真歹讲，有可能真紧就是第3道了啊！安尼哦，今日我跟你讲，今日咱卖安尼叫做敢若感情真好哦。咱两个今日是对手，即摆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今日8位优秀的选手来，抱我声水者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Peter。你也对。哎呦！来，上演导的。大家好，我是Peter。大家好，我是用婚嫁上会不机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地高雄家庭爱外男新时代的面。大家好，我是台语塑胶做的，我是生生。大家好，我是少年李六妹阿翔的。翔的。我是壮叔兄弟金拿走拿走金阿金。我是隔壁徐家辉去到要倒会阿辉，我是金家辉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日本会唱动灭。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名比话有够济义者哈。今晚咱就这个掌声来欢迎咱的评审长柯浩孙先生。欢迎。哎呦，少过哈！非常的感动的，当来到这个高雄来录影。咱这个吼Talk秀台语吼，上主要大家来练嘴花，还有一个吼，必须要吼，把这台语吼，较正版的，甲大家分享的啦。对啦。来介绍呢，咱这个王秀荣老师来麻烦一下。王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秀荣，优秀跟有笑容，正港高雄人。所以请问一下，咱的评审长。答案对啊，唔对是老师来决定的。不是，阮两个合作。阮两个合作啦。你两个合作。评审长不是。但是老师较严格。老师较严格。甚至恁这队长若讲多一句唔对，老师就要求啊，每一个队员呢，大家来抽一粒。若来抽到红色的，就秀起啊，红烧麻这队。多讲红烧麻，即摆变红烧麻。即摆有较散啊啦。较贵啊，较贵啊。好，若抽到蓝色的，就是大头仔河这边。你生气比无生气较大粒无？好，来这边先来抽，看抽到什么色的来。来，请。来，阿雄来先来。来，拿色的起表。哎呦。老师，安怎？今仔日呢，咱要变什么出头？咱今仔日叫做俗语，我嘛会。俗语是台湾文化内底足水的语句呢，真的啊！华语讲画龙点睛呐，所以你台语你若讲会出，就会当甲迄款水气甲提过来。对，哇，画龙点睛，对，画龙点睛台语来讲，对。发什么？发罗点睛，什么发点睛？我给你插头牛呢。画龙点睛，其实我想到一个叫做水，搁较水。安尼会使哦。水果有啦，冰冰搁袂跳针。赞啊，拍拍啊！这就是评审长，就是安尼做的。俗语第一关嘛会，评审长讲一条华语俗语，选手要写出对应的台语俗语，由台语顾问老师王秀荣老师评判有正确无，就上这条迄堆就赢咯。先我甲你考好啊，人不可貌相。敢若地豆油。一把好。
安尼咱搁甲贡献一句，譬如讲散蒙散有看板，对不？乌鸟打过遐，这嘛拢是不可貌相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准备开始比赛，来，掌声要鼓励一下。各位同学，请听清楚了啊！我想讲你要打嗝啊？你在打嗝呀？要打嗝？不，伊微博上公盖好哈。来，第一题，百密一疏，你研究这个，但是他就较紧。3、2、1，鸡卵卡目嘛有芳。哎，老师，到底对还是唔对？健康，健康。抗议，抗议是外波头车卡抗议啊！抗议啦，抗议，伊拄啊鸡卵哦，唔是爱鸭卵，无啊，同款拢会使，属于会当有卵就好啊，无要紧吼。啊，毋过较少人讲鸟仔卵，啊，平常也是空鱼卵，生活较侪鸡卵嘛，啊，佮有鸭卵，所以这两种拢有人讲，所以是会使的。迄是通用的。所以抗议无效。第二题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抓去关。啊，无啦，老大徒伤悲。3、2、1，来，请说。细汉无读书，大汉偷看牛。等一下哦。各位知道。细汉，妈妈好。做大科。大汉。细汉偷斑布，大汉偷看牛。啊，毋是共款。到底答案有正确无？无。哎，这题唔对，老师应该按来解出。对，因为细汉偷斑布是细汉的，啊大汉了偷看牛，迄牛足大只的，就是讲伊细汉若无学好，吼以后就会愈做愈大，吼愈来愈害。啊，不过咱这个是少壮不努力，所以伊是少年袂晓想，唔知爱拍拼，大汉唔正样。哦，这么简单。对啊，对啊。来第3题，第3条，欲速则不达。啊，假紧弄破碗。来，答案已经出来了，正确答案是假紧弄破碗。老师，你敢对？健康，健康。一举两得。梦想跟西孔，好来，一兼二顾，蒙拉兼西裤。敢有正确？有健康。顾此失彼。百战百胜。那是知己知彼。这个玩意儿。来，顾此失彼，5、4、3、2、1。顾到遮无想到遐。啊！你就是直接翻译的。顾在你去啊！时间到，老师。无要对，就是唔对。唔对。来，老师，这句要哪形容？好，咱这句吼，你会当讲掠龟走鳖，想要掠龟，啊，结果迄鳖嘛无掠着，啊，搁有哦，毋是你目睭看到鬼。脚打着会着，好，就是顾食顾好康的，然后其他拢无去注意着。啊，是安尼哦。趋炎附势，这句呢真重要哦。西瓜挖大饼啊！老师，你有决定要用这个答案咯？喂，是不是正确？健康。我想到这个一切平常时是讲客话，竟然我都西瓜挖大饼。你敢要甲这句翻译做客语？咱闽客一家亲啊。系啊，客语安尼讲。西瓜要安怎讲？西瓜挖大饼。我信了。山东腔。西瓜。卖滚生笑，平心长还较严肃的。形影不离。形影不离。西公啊，想飞。好，老师是不是正确的答案？健康。好来，
啊，还有别句会当讲好，呢。老师讲，嘿，你加讲两句，因大家学两句为就是迄个西公啊想飞嘛吼，啊因为这种甲宗教有关系，所以咱一般来讲，咱两个因就是拢知影讲啥讲头栽尾安尼，嘛会当讲因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，哈，我敢阮师的啦，安尼，我伊嘴闭开，我都看到伊大肠。安尼有够厉害哈！来，狼狈为奸。哎呦，风财老师唔拄好，有讲到一个要挖的吼。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。一个当机，一个倒头有决定无？啊，满头掺水，刮落去顶去，决定。老师安尼对唔对？对。麻烦这老师，你唔通讲懵讲，唔通去答啊，你哋讲好听。迄这就是俗语，逐位拢会用到啦。会通啦。咱等下嘛爱较公平安尼。好，来，下面一题，最后一题，池鱼之殃。啊对对对，扫地红牌，还是拉拉链？镜头答案是啥物？我无爱拄爱咧，你拖我讲啥？扫地红牌尾。老师敢有正确？对，正确。咱恭喜咱红小麻，这摆得到8分。耶！麻烦换大头队来，好，感谢咱这几位朋友来参加这个晚会。这摆是最惨了，先讲咧过去了做了唔对的，大家参会。来，第一题，喧宾夺主。去加挂表刚，是不是？决定啊吼！决定。来，老师。对，正确。够其他的形容无？好，咱一般来讲吼，咱去食其实足侪人拢去困伫庙埕的头前，吼，啊是伊遐庙出来有一个物件叫做乞食座，啊庙公是关内底，啊结果即个乞食就甲迄个庙公甲关掉，吼，所以咱会讲乞食关庙公，吼是即个意思。对。别怕，别怕。歹势，阮这拢无讨论的哦。因拢直接讲出来，拢无意思，一届就讲丢两题。好吧，放下班了。好来，捕风捉影。看一个影，生一个囝。啊，竟然是你想出来，我讲感动的啊！好笑，真正是你想出来。对啊。你莫看生的无吵哦，要不吵哦。来，老师是不是正确答案？对，正确。正确。好，因为这个要解说一个，一般伊是看一个影生一个囝，不过其实咱会当讲，讲一个影生一个囝，看还是讲拢会使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安尼好哦。对好。你想相关。好。来，确定一个正确答案。公人人教，公鬼鬼咧考。老师，安尼敢有正确？唔对一半。啊？有对半题的。无啦，安尼算唔对啦。算唔对啦。对。你后边迄个吼，唔是安尼形容的。老师，请互大家正确的答案。好，其实伊虽然有道具，啊，毋过咱俗语内底有当时啊，即款句型的结果拢爱有，所以头前是公人人教，咱就上好是公鬼鬼教，安尼就是说曹操到安尼。啊，老师歹势，拄我就是讲安尼，我臭灵呆啦，是我讲了无清楚。白虎啊，评审长安尼敢会使？臭灵呆，佫咸酸酸。哦，这可怜嘞，甘泉草酸安尼。嘿，臭灵呆酸太严重嘞，袂使无酸。来下一题，物以类聚。对，高粱高红，温龟高东龙，三八高叮咚。你讲较定啊，无较侪分数啊。这位出家长，不宜爱洗嘴。来，老师是不是正确的答案？正确。他有一句叫做“歪嘴的饭锅吹，都好”。啊，灵是好的，啊风嘛是好的，吼啊，就是讲好的交好的安尼吼，啊稳固的，就是身体有各样的，
啊，动工就是头壳有各样的。啊，虽然即句话咱伫现代，咱对每一个人拢爱关心，啊，这只是俗语，拢安尼讲。是。啊，拄则东北遮有一个讲了足好，佮甲讲一届。三八的高叮咚，就是有当时咧踢笑人三八叮咚安尼。嘿，啊，毋过即摆啊，性别平等，这嘛是较莫去讲人三八叮咚。尽量莫去伤害到啦。对啊。好来，下一题。一条。袖手旁观。啊。徛关山看马相看，老师是不是正确答案？伤紧啊啦！你长无咧做假。来过一题，忘恩负义。饲鸟鼠搞的，饲鸟鼠。过桥拆桥帮，够饲鸟。敢有搁较好诶？饲鸟鼠搞，饲鸟鼠搞布袋。敢有搁较好诶？对啊，你有什么意见？我想一个吼。我嘛唔知。来，我定一个。饲鸟鼠搞布袋。所以，遐鸟只拢住咧家己。啥喏？伊布袋咧家己。喂。老师，安尼敢有正确？对，正确。敢有搁较歪伊的？啊，因得三个拢讲了啊，不，两个讲了。我再来甲恁讲现一个，叫做准过水无痕。哦。系啊，你帮伊替伊做足侪代志的，毋过伊拢无感恩安尼。对啊。所以过桥拆桥帮是对的吧？对啊，你足够的呢。系啊，头壳内底拢在头脑呢。好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报给赛物。是不是正确老师？伊对你无尊重咧，你题目还未念了，伊就甲答案讲出来，安尼互伊唔对。你放心，下一题我会念。慢点啦。是不是正确的？正确。过一题，阿卜杜拉巴拉达拉。讨论一下，伊都讲啥？人算不如天算。人相不如天时way，千胜万胜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讲。来，李长辈啊。千胜万胜，不如天时way，是不是正确答案？会上。哦。好，是千胜万胜，唔达天一位，啊，买当高胜，唔达你拄当。好，拄当就是拄着啊，当着你，就是人生无常，拄着啥拢无一定。好，所以台南遐有一个一字变，就是唔达天一位。哦，对。来，下一题，手足情深。讲袂出来啊吼，无麻烦这个红烧肉卖学袂来吼。哎，那个生咱就把你弄呀，你知无？你知哦。兄弟同心，石头嘛会变黄金。哎呦，对。哎呦，总算有讲两句人话，是不是正确的答案？这会使。这个诶，拄啊风采有超10秒钟坐伫咧所在，好亲像来看电影。敢有要考啦，还是迄个蹦米芳？好，咱兄弟若同心，乌头变成金，吼，就是会当团结。手足就是兄弟啊嘛，吼，啊骨肉就是爸母，所以表示因的感情袂歹。啊，毋过有一句会当搁较好，就是拍好掠菜。亲兄弟。对，大家拢足够的哦。好，安尼好，即摆咧看这个分数看起来吼，已经大头队已经赢1分哦。恁9题，因头仔对着8题尔。安尼哦。甚至头仔因的题目佫比恁较济。真的假？所以即摆胜利的队伍就是咱大头队。柯志和。哇，安尼老师今日来分红包。我头壳无你，很奇怪，我手挂紧啊哟。哇，好来，我就问我知影请举手哦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。男妹嘛有一部摊，正确。来，直接会。感谢。来。嘿，假仁假义。什么人举手来？
剧同学，给鬼给怪，你即摆是咧甲我骂哦？你的眼神我看得足清楚的。老师，啊你敢对？你甲你骂唔对。敢有人知来这来这个？挂彩给有心，是不是正确答案？正确答案。哦，来，红包。哦，有厉害。啊，我小解释一下哈好，拄则迄个假鬼假怪，一般咧骂人的个性也是较无好的行为啦哈。假仁假义，迄是6月挂彩假有心。啊，咱唔好做6月挂彩，咱来做12月挂彩真有心。来，这几条越挫越勇。怕等等下，来，这位先生，来什么意思？拍断手骨定得用。恭喜，应该是。来，红包一个。你若丢1000万那个分呢？老师今日这个俗语，吼，安尼有精彩啦吼。有啊，足精彩，而且足够的呢。相信呢，这电视机头前的这好朋友，大家吼嘛学真济啦吼，所以要天天看我们的节目。咱的节目叫什么名？脱口秀台语。